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透過關鍵詞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尋器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為大家一一剖白，讓大家可以用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我哋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 ，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。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可以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透過 Google、YouTube 呢兩個搜尋平台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全球首頁顯示？我哋試一個關鍵詞俾大家。Waterly Heatbase 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嘅產品 ，GoGoBase 係我哋嘅產品品牌。喺呢個頁面帶嚟嘅關聯鏈接有224萬。我哋嘅優勢在於 Google 喺下邊加咗2個冠名排位。呢2個關聯鏈接裏邊帶嚟嘅頁面係有3萬幾，因為呢2個關聯嘅鏈接帶嚟嘅流量，令到我哋喺 Google 個權位增加，從而令到我哋喺全球排位第一。呢個排名確確實實來之不易，我哋係要用時間去做上嚟。因為喺幾年前我哋發覺海外嘅客商佢要睇我哋嘅設備，未有互聯網嘅時代，我哋係要透過 B2B， 透過展覽會。有互聯網嚟咗嗰陣時，我哋個網速、我哋個空間受限制。喺現今光纖同埋科技嘅發展，令到我哋個空間同埋速度改變咗好多。Video marketing 確確實實喺當今嘅媒體裏邊，佢個能力係最大，個發揮亦係最大。海外嘅客戶透過視頻可以睇到我哋個設備、個操作、個應用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大家手上嘅智能手機都可以拍到呢啲視頻。我哋翻去 Google Video 嘅頁面睇下，情況好唔一樣。大家睇到喺 Video 裏邊帶嚟嘅係有20幾萬個關聯鏈接係 Waterly Heatbase。另外喺 GoGoBase Waterly Heatbase for Nanya 裏邊嘅視頻個 Video 連接裏邊帶嚟嘅競價關鍵詞多咗好多，喺個傳統嘅頁面裏邊係冇嘅。消費者嘅眼睛係雪亮嘅，消費者改變咗我哋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確確實實我哋嘅廣告投放係要作出改變，去面對呢個市場，轉向 video marketing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係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。可以向香港工業總會諮詢一下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免費嘅視頻平台 Borders Channel， 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觀眾直接可以觀賞你嘅視頻，無需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你嘅視頻播出，干擾你個廣告播出。觀眾同時利用智能手機直接可以觀看你嘅視頻，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或者 Apps， 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大家如果對呢方面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向我哋諮詢一下。多謝大家。